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咱来读洪旭荣老师的第二本册，咱来读这本册，你伫咧网络顶悬应该会使找到，伊有纸本，伊嘛有电子版，然后册页伊个有有声册，就是有声音档安尼，所以应该袂讲太困难找到才对。当然，我想要来伫迄个啥 Clubhouse 这做一个分享安尼。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等我一下。背景有一个声音，叫做背景 BGM。顶悬这个连结应该是会使找到洪旭老师一本册，然后伫 Clubhouse 遮，我嘛想要搁做分享一寡连结啊。只是这个连结迄阵伊敢若无要我打，看我袂记起。伊是洪旭老师的册啊，所以会使咱来读读。然后学台语即马真侪资源，网络顶悬有真侪网页，或者是有人伫咧介绍啊。其实迄阵可能是所以，民视曾经嘛有做过迄个啥节目，讲台语当著是，所以。甚至迄个时阵，有人真拍拼，甲节目的迄个啥声音拢甲伊拍做文字，所以你去 YouTube 找应该嘛是找得到。有啥物法？学台语的方法，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然后洪旭荣老师有参与录音的校点，还有附录，真侪资料，应该差不多是这样。我就讲，图风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若9点进前咧，9点进前水我意。我继续来读这本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开花结子，我讲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我嘛甲搭咧切论拢参考。YouTube 顶悬你应该是伫咧信息栏看到吧？可能是安尼。继续来读。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进前我是捌读过《大人的爱》，第一本无影无迹，伊敢若阁有新版还是更新，我袂记着，反正敢若有出新的就对了。迄原底敢若听讲1、20年啊，迄有诶出版社还是册商的啥，囥甲拢黄去安尼。好，继续来读落去。莫画黑画白啦，松原。忝甲会箍价袂分火，看对阿娇所讲的石壁顶发密密的草啊遐讲，这是细叶的牡丹台啊，生伫较淡湿的石壁，伫归人内湖双溪随风的山坪，定定会拄着。伊是用啥步数伫长风啊咧？后面有黏黏芳芳的水珠。会声摇腮通拖来皮哈，变啊活来就随调调，变做牡丹台的点心。你哪会逐项拢捌？真正有够够。讲煞双手吊起你松原的阿妈棍，甲伊的身躯抹安然直透针，足久才放开。甲大心的烧针是一项心息爽快的代志。总是松原是
喙无烫心肝，斟喙唇的时阵，规粒心肝拢想为借钱遐去。雄雄有清醒着青头芳仔杏甜，互红毛淡台业去做点心的代志，随互伊想着金鸡摊档内，甲腰西芳仔杏食甜，有啥精彩咧？小落甲山里来，罔听。落山了后，松原秘书签着大家乐安尼，欢喜甲袂顾去，用杯饼去找住伫暖暖街仔开面摊仔的何玲。下晡4點外，是還無人客來食面，青滂白滂，看到松原行來店口，何玲面腔變講：你來遮是要互屁？莫安尼碰叫啦，敢若想要甲你參詳代志啦。若準借錢，就閃較邊仔去。聽我講煞，你才閣禮好。哼！李言我無甲你拔甲半仙，靠錢通互你怪咧，莫遐直好無？我毋是要來借錢的。面仔共款歡爸爸的何玲，隨個接喙講：是毋是阿嬌迄塊粿毋互你還，找無空通落，就想要來遮番薯茶，走，攏毋是。松原有一隻椅頭啊，坐佇桌邊講，要來甲你參詳，是毋是有法度甲金基的厝摕來銀行設定貸款借錢爾？咱兩個早就離緣啊！你甲金基是姑孫仔，要設定貸款借錢，甲我啥地帶？安尼我就照實講。松原頓地2-3秒，隨閣講：若變會成，互你抽一掛。何玲想一困仔問講：我著愛做啥工課？親像演苦旦安尼，佇金基面頭前唱口條啊，同齊古城就會使。伊敢毋知影咱離緣啊？伊到呾猶毋知。借錢的金額有偌濟？按算是400萬。姑姑用軟的、國球的，要借遐濟錢，敢會成？我會另外用正懸的利息甲成，因過甲伊賒錢，都攏慣死，攏有照價仔摕去因兜互伊，毋則講即擺伊共款會應我。若敢安尼無我去，伊嘛是會應離心，無喏，安尼就差大馬啊！我無確定大馬大馬，伊迄字有當陣啊，馬頭嘛啊。步是一馬曉，我看小了罔聽，因小了麥克可能無關係款。當然還好啦，聲音有馬甲馬的音啦，馬頭，然後伊人咧講啥物差大馬啊，大馬，伊起馬，所以可能是馬的款，我袂記啦。到底嘛無收大馬啊，大馬。計照，看覓計照一個，無就變成愛去找迄個啥 ，Google 找看覓啊。安尼我看 Google 有無？伊差大馬大馬，為即個詞我較罕咧講，我就差大馬大馬。即馬若去迄個啥 Google， 伊就是會有 AI 來甲你。大不相同，愛台語內底有啦。
是我的网络是安怎？小等一下，吼。天大马差大马，爱台语内底是有人讲差大马，大不相同，差足多就对啊。好，安尼就差大马咧，无喏，安尼就差大马咧。安怎讲？好，这个玉滴相情，后回分晓。时间到，等来读咱来读读，讲咱来读读这个。我那嘛剩后壁5篇吧，所以就照时间来读啊哩。Sunny Sure， 我毋知志源敢有通读，我无确定。若有兴趣有要读，欢迎起来做伙读。伊即篇敢若5段，看进3、4、6段，好来发得到总参考啊哩。就来可能先读一段后后壁看要安怎安排。若要读2段嘛会使，因为有诶后壁敢若段落较短款吧。反正我先读一段，然后Sunny Sure， 志源溜去哦，我确定，咱有看到，佫无去安尼。大家朋友若有兴趣啦，会使做伙读。来，即个6篇，比黄金较贵。伫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我拢会甲囡仔交代讲，下课的时间爱去便所，上课尽量莫讨要去便所，才袂家己无听到课，佫搅搅大家。佫便所迄阵无人，嘛较危险。有较严格的老师就规定，拢袂当。我袂啦，因为无福气，摄屎尿会损身体，紧张颠倒听袂落去，佫惊家长有话，佫惊家长会有话讲。若凄惨，互带落去，会害囡仔心内有暗影。来，Sunny话你。过一个1年啊，来到环境良听，这课的老师他不恰，上声上课不当到本色，这个囡仔做事必须，一当无拄好食歹巴肚，咱甲无法度啊，都毋敢讲，就带去好势好理，家人家人知毋敢行起来，搁在面烫袂掉，我日子上课，班长走来偷偷啊甲我讲，互我做毋甘的，我加在，中午拢诚讨厌，无天笑伊，连做事甲安尼，搁听我的关系听到三三，我甲全班同学嘛教因健康第一，爱栽培。我决定，若学生讲要便所，拢爱相信，爱疼惜别人，嘛疼惜家己，千万袂当甲学生当做头仔，做刁民的规定。好，小了话你。国中生难免有一寡万有搞屎尿、变鬼变怪、无食价拍的囡仔，枉费咱的苦心甲信任，枉费咱的苦心甲信任。我会先确定敢有特殊病症，搁加评讲一学期有5摆的机会。爱强强用小准则咧下，小准则的下，小准则的下，一般伫规学期无人5摆过磅，超过意思就对。过磅，因为去一摆，阮都甲提试一摆，伊惊同学甲加都毋敢加笑，
我老师上课若足趣味，囡仔定着甘愿捏的，捏咧，毋甘走。高中囡仔原则是安全第一。我会真足便所离教室有偌远，敢若放了查甫囡仔互2分钟，查某的都加1分钟难过。若要去互若要迄号黑放晒意思吧，就是大家拼对面的，无讲你嘛知迄种安尼啊。若要去互迄都专案处理，问看伊爱偌久。这款有尊重、有人性的管理，照拼照行，照拼照行，拢无人来抗议。你搁读一段，啊后壁2段才有准直读。阮读到327页，好来继续。捌有一摆，一个查甫的讲要放尿，煞超过2分钟，我就开始紧张，紧派班长去看卖。班长，加在人约伫便所，伊转来教室，就紧甲我解说是自然流露。自然流露，伊讲自然流露。本底是要放尿尔，煞临时想要迄落去，大家笑甲强要变过，平安就好，外国理由我拢接受。感谢啊，祝你华丽，互你读完那个2段。有一摆，社团的囡仔去便所超过3分钟，我无转来。社长去找刷回报，讲便所无人，邀希望。我惊到要死，敢袂闭起来偷食薰？跳墙仔偷走资，也是走去老母顶，通报学务处倒车嘛找无咧臭单，我真正惊到要闪着10分钟后来，10分钟后伊转来，讲伊第2马桶走转去教室遐放，影无要紧，平安就好。拄则迄是错屎啦，当然错了、错屎、闪屎、闪了，这是3个动作嘛。啊，这里是错，你继续。错了啦吼。这里是错，当然错了，敢若是无共，是毋是？错了，敢若是另外一粒啊，是毋是？错了是毋是另外一粒？还是腔口的争吵？我紧歹势，你继续。我真欣赏囡仔会当去便所讲一个就去，做老师就无去互自由。要安怎嘛就捏，伊是捏的，捏影的捏嘛，伊就捏的，伊有一个拄解讲捏的，紧的就对啊啦。要安怎嘛就捏的，捌有同事两仔夜捏袂牢，总去便所，先是在管学生啊bin海饭。伊是搬，这里是搬嘛，搬出来搬嘛，搬海饭。有学生啊相打、相拍着伤，无人插伊，啊倒行到便所，无伫教室就无话通讲，啥物碗煲啦，人毋是拍着伤的呢，无理解的家长嘛是爱伊走5分钟，万箍学店。因较贵呢，伊讲好知嘛
串，这就是串伫裤底啊。串伫裤底，我知嘛，甲串伫裤底，还温手甲腹肚疼。5万块等于是差不多老师一个月的薪水啊吧。当然，真差可能较济较少一寡，我毋知啦。就是讲，这个老师嘛真正有够衰小的，当啊验走便所5分钟，啊结果学生囡仔拍甲着伤，家长告老师无伫现场管教好势，叫伊爱赔。所以即马真是足侪迄种会含人接触的工课，愈来愈无啥人要做，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伊个学生足乖，我拢会甲即囡仔拢会甲笑。我会记我细汉时阵，敢有一个同学嘛是错赛，结果伊个大人叫老师家。叫老师，会讲有足侪迄种含，即含别人无共款的吼，就拢会互人好一个外号就对啊。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无够熟悉、无够熟悉的时阵，不管是讲因为名歹叫，还是无爱叫名，超工要学偏名、小名是啥？啊，有一个事件，还是有一个撇事，还是雄雄有一工穿着啥物衫，还是啥，爱着成做一个和人无共款的记号嘛。啊，和人无共款的记号，就互人变成是一个外号啊！这可能是一个，敢是算人的天性。就讲，当然有可能迄个人，伊吼，佮讲若无反对，也是安怎？或者是其他人硬要甲叫，就叫就调咧安尼。吼，所以这我嘛毋知咧，这嘛是一个算趣味的现象吧。所以有的人是伫咧无共的阶段，拢会互人叫无共的偏名、小名、外号嘛。啊，当然嘛，有的人是，敢若不管伫啥物阶段，就肯定有人会甲伊号偏名、小名。安尼足可怜诶，伊就禁袂掉啊。对啊，啦是啊，所以王秀老师就是较仁慈的讲，只要讲要变数，就放伊去嘛。啊，莫讲啥物诶，千万毋通甲学生当作贼啊呢，因为即种诶真正是啥？是啥？什人生三不变条是安那，还是啥物人生有三急啊？是安怎诶？就讲这食新诶物件，你就是有食着会消啊，对无？食了放会出来啊，啊要出来你讲我都急。当然有诶爱看啦，啊毋过王秀老师嘛看着，就讲硬劲硬润，这可能无人性啊。伊拄好有讲专案处理，我感觉真好笑。你哪会知影你是要放偌久？应该是。你若开5分钟，讲有迄个意思，但是无迄个意味要安怎？有迄个意思，佫袂出来，就是写实的问题咯。因为我拄仔看着讲，就讲有3种，就讲有3种会去影响你的排便嘛。就讲你纤维食有够哦，你的迄个油食有够哦，啊，佫一个啥？水是水分还是啥物货？就讲爱真正就讲嘛，人生就是食了放会出来，困会去嘛。啊，困即条代志，台湾人敢若听讲有200万至400万是困袂加做的，吼，迄安眠药爱困药就是敢若一年台湾人食偌济嘛，吼。啊，即个困会落即条代志，可能药处理。即摆食会落爱放会出来即条代志，你食啥物物件？啊，所以当然。以我囡仔时代嘛是无讲介好的习惯，啊，即摆囡仔讲要去，结果哭一波，哭袂出来，到底是啥物状况？纤维食无够，还是水力无够，还是安怎？啊，所以伊就讲话讲，若要迄落去，就专案处理，就是家己品嘛。爱家己品，就是讲，当然，王秀老师敢是拢教国中，理论上教国中啊，对家己的肉身应该。有所理解啊！你讲小学个1年啊、2年啊，可能还毋知，还无够理解。
甚至过来，若食歹巴肚的时阵，应该是毋是真紧？理论上吧，我毋知影。敢会讲你咧巴肚咧滚架，结果去去无？还是，就讲过来就是讲，迄食歹巴肚到底是咱如土机相款，甲头前物件拢撸出来，还是咱救护车所有物件拢甲闪，我救护车要过？我毋知。迄嘛是会当靠意志靠意志甲伊缩解得掉。因为我有一届就是安尼伫山顶去爬梭罗湖。哦，所以食歹巴肚，就是较无啥方便。食歹巴肚应该嘛是几啊工无去便所，毋过迄工就是要爬足久的，爬差不多10点钟吧。伊就是伊迄个山的路就是无所在通藏，所以沿路拢是有一寡无品的人会甲用过卫生纸带路边，伊无捡起来，因倒伫路边安尼，直接处理。我都是真甲落山，巴肚一直发一寡怪声音，一寡奇怪的声音。后壁人讲问我讲，你是巴肚枵吗？照你讲是，因迄个声一般是胃会发出来的声，是空啊，伊才会咕噜咕噜叫啊。毋过，我应该是肠仔咧咬。肠仔咧咬会有声，可能是有空气吧，对无？就是这听的应该是拢要忍袂掉的，毋过你若是用意志力控制，甲压掉的，控制会掉。所以你嘛，所以就甲压落去就对了，哦，厉害。我看最厉害。因为这真正，因为咱就讲，咱的神经有法度控制，大部分拢是外表的嘛。你若腹内的部分，敢若差不多无啥法度控制啊。甚至有人讲哈，因为因爬山的人拢惯势会去较隐蔽的所在，较压贴的所在，对啊，去挖坑嘛。你讲较安怎的所在？压贴，就是压贴，就是较偏僻，就是袂互人随看到的啦。当然可能会使听到声音嘛，你啦，应该有一个规吧。系啊，都是有，因知影会当倒位通秘啊。对。我爬山就是几啊冬啊，我拢无伫山顶做这个动作哦。所以大家拢讲安尼真无健康。甲即个啥，拄则即个小朋友讲我，伊讲伊会啉马桶啊你。对，我就是无想要伫山顶放尿可能歹润吧。迄个流底裤啊，香港的，你的流汗都袂想要放尿。对啦，讲你若水分要排掉，除了放尿以外，嘛会使靠流汗流掉嘛，是有影啦，这嘛是事实啦。就是讲，因为就是加算讲，迄算啥？垃圾米啊，嘛毋是对啦。其实严格来讲嘛，算垃圾米啊，就汗水嘛，迄就是无爱物件排出来嘛。当然。可比讲我进前几落年啊，就咧园里做事的时阵，我就讲啊，汗就无够流，免哪有尿通放啦。毋过你若食食的部分，有当阵啊，我嘛是会啉啊。较早期时嘛啉讲，一骹马桶。当然这是毋是甲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我咱嘛会使调整吧。我咧以为，就敢若进前阮朋友嘛一直招我讲，你当时要甲爬关山啊呢？阮朋友是对新加坡来的，伊大概过了介来，拢招我讲，你当时要做伙来爬啊？我讲暂时卖啊，我莫去爬去较悬的山啊你，真啊，百岳遐。嘛会当去爬啊！你都是炸一支参啊，炸一支烟笔，还是一支土土迄个乌空。对啊，都乌一空啊。乌一空就带落去安尼。所以这当然反正迄个自然的物件，其实理论上嘛是听讲安尼处理无毋对啦，只是去山顶了后，便所甲洗身躯的这条代志是会较无方便嘛，对，敢若是安尼。
其实关山袂流汗，因为海拔较悬，袂流汗是因为伊的迄个啥湿度、温度的关系，还是安怎？还是活动的关系？就冷诶，冷就到地袂流汗。较袂流汗，食食嘛是较无咸正，啊有高山症诶人高山症会压起来是安怎？啊，毋过你若无咸正，迄个盐分要靠啥？运动饮料还是靠啥其他来补充？前边听朋友讲，就是爬山会早较重行诶物件去食。较重你行若早，对，你若早较正诶物件，都是食起来都无味。哦，因为才有主食的部分，我是知影因有当阵啊，因为之前嘛有捌一寡朋友，因就想要去爬山嘛，啊看因载物件嘛无特别讲，爱搁穿盐穿啥遐个，敢若无特别穿啊，就等于是要食的物件可能就是事先先，搁讲迄个啥菜色砍数嘛，对无？高丽菜拢早砍数会起哩嘛，啊，看到一寡菜色就是用砍数会炸起，肉的部分是毋是另外用？啊，甚至敢若听讲有诶较厉害，佫有法度做馒头诶，真正假啊？我袂记，还是我记毋着。啊，所以有当去山顶爬种悬山诶，已经有人安那蒸牛排泡咖啡诶，啉红酒诶吼，这已经到另外一个坎上啊哩。毋知咱台顶诶朋友针对唱有啥物想法看法？后壁敢若真正嘛对，可能对70诶当时开始就敢若拢两夜满满，我真才发觉的，敢若真正对72篇开始的拢73号，或者是拢两夜满满呢？嘿啊，73开始拢两夜满满，算讲迄个长度就较长就对啊。好，安尼有人有买自头到尾念过无？还是有人有听过王秀老师读念的？安尼，准伫头边，准伫要读头前无？头前一半你读。我从头到尾。甲你讲嘿。用伊去读错啦。嘿，对，错。咱若是错西错流啦。对啊，错西错去。错第三第七条啦吼，迄是水倒边是水，正边是世界世，对啊，迄字是错嘛，错了的错嘛，错了，啊，搁一个是闪嘛，有个人是会可能是毋是有岁啊，吼，金肉控制较无啊好势，啊是足细汉的囡仔，佮用打啥？打甲尿珠啊套落来是安怎哟？佮讲，因为囡仔是毋是包尿珠啊包到几岁？一般啦，一般有诶2-3岁啊哟。啊，当然，即几年啊嘛捌听到有诶小朋友可能厝里若是安怎顾诶，还是伤疼惜，还是安怎？甚至包到讲已经去读。即几年我敢若捌讲有听到讲，包到读小学1年啊，还佫有咧包，尿纸佫穿条安尼。啊，所以这当然是迄个啥经脉控制嘛。啊，王秀老师的学生这拢国中生嘛，啊，就讲毋好捏啦，就讲莫禁就对啦。所以错尿错屎，错尿大概袂错屎啦，因为你看伊字就是水字旁嘛。啊，即嘛就是闪还是闪？闪应该是第3条吧？对，第3条嘛。闪尿闪屎，迄就是经脉控制无好诶啊。啊，听起来看起来敢若是较比例上，还是数量敢是有岁人较会有即种情形，可能就是啥物
年岁大，筋肉控制无好，或者是迄个啥曾经讲或者啥大肠癌，还是啥物血，迄个病症，还是迄个状况。在问我加高当机队安尼，我若笑，我都会摄出来安尼。迄就是一个筋脉的控制，啊，佫有诶是讲啥？生囡仔是三岁，就讲其实即个镜头即个状况，敢若是查甫拢有可能会发生，即是迄个发生是结果嘛，啊，毋过递到即个结果的原因，毋是一致的，毋是敢若一种原因会产生即种结果，有可能是因为查甫的精差，啊，佫因为因曾经有诶迄个状况，因为我捌听到过诶是，敢若讲有诶富人人是生囡仔了后，可能是毋是人讲啥物？因为生囡仔即个是应力性的流失症。对，迄是一个大工程嘛，有可能因为各种血因去震开，啊，空喙无收缩好，伫夜内时阵无处理好，无做好，无安怎，反正变成一个因一个讲法是讲啥物？树冷灵气啦，因讲树冷就敢若树冷灵气迄个情形就对啊。啊，当然查甫有诶，可能嘛是有诶，治疗、闪疗，还是啥，迄变成讲是一个physical， 一个心理上诶一个状态嘛。啊，所以我有听过古早歌拢会讲，食个暗是古早病症去，后因拢会讲吼，相交诶查甫诶，你甲撩对别人诶骹，还是鞋啊，拢有这种讲法。这是搞还是无搞？对着别人诶鞋骹，一个是讲啥物？对，我有这种讲法，迄是厉害是对着家己诶鞋啊，是对着别人诶鞋是安怎？迄是讲伊什么？囡仔放尿转过溪，老人放尿对着鞋，就讲迄是敢若因为，迄敢若是讲因为囡仔尤其月小诶囡仔6、7岁，查甫囡仔淡仔咧做月耍啊，啊，就讲啥物？囡仔放尿转过溪啊，可能甚至到高中生进前吧，就拢爱月小嘛。尤其若伫荒郊野外时阵，就讲比上会使蛇较远啊哩。吼，啊，老大人可能是可能掠雨伞是安怎？就讲迄个树冷灵气嘛。啊，嘛有广告讲嘛，啥物要放无，放个底啊规裤骹啥有诶无诶，就是讲啥物放袂清气啊是安怎啦？啊，反正就是会有一寡，迄就敢若你讲你甲一罐水，还是一杯水，你咧倒诶时阵倒无完，毋知啥物原因倒无完，搁伫迄个杯仔底后仔底，啊你搁囥诶时阵，就起，啊就出啊嘛。讲放尿嘛，差不多是即个状况啊，就讲你感觉敢若放完啊，吼，迄个啥物想要放尿，迄个感觉消毒啊，你想讲放完啊嘛，啊就。衫裤穿好收，甲款好处理好，结果哪会知影各样行无几骹步，然后佫摄出来安尼。啊，所以这敢若是在医学上，敢若是认定讲互做啥，嘛算是一种身体开始要过样的一个状态啦。听讲是安尼啦。啊，当然这可能嘛甲就是讲完年岁嘛，啊。性别嘛，就查甫的精差嘛，啊，这种状况，就是我所知，就是有可能就是身体各样递到的嘛，啊，若身体各样过来就是身体机能的退化嘛，开始有血了，这种的就是开始就讲嘛，树冷灵气啊，这树冷逐工淡仔咧春秋，可本会使1000万改。总是会用到1000万，可能我毋知几间吼，就是有一个数量嘛，有一个几摆迄个上限顶限嘛，到迄个临界点对无 ？critical point， 伊就迄个状态，还是迄个现象就走出来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带尿、甲闪屎尿，吼，大概是安尼。带尿啦，啊带尿啦，啊闪是有可能就是。屎含尿拢有可能会闪出安尼啦。
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还是要直接来读后一篇？好，来后一篇好，后一篇敢若嘛是5段。好，我先读第一段。讲下，我读2段啊，Sunny 准定啊，小了才讲读一段，小了留去后壁，后壁一段较大段吼。来，这17篇，啥物拢无做。原本是要趁落去中华台语园区台语话书店的新册发表会，顺线转去高雄看阿母。进前感冒2礼拜，摒说啉少的油仔茶甲柠檬茶。到发表会迄天，感觉有啥会使上场啊？可能黏膜灼伤伤严重，佮轮流上台时间有限，喘气伤凶，讲到半路煞起嗽，对现场的好朋友足歹势。我若赌强转去高雄，互阿母看到，伊会毋甘，所以签册活动结束，就随转来台北，啥物拢无做。感冒迄2礼拜，无啥佮扫酷酷，应该爱请假找代课才对。毋过月考拄煞，就分考试纸对成绩，签着袂使，只好挂喙烟，规工用啊耳仔声硬拉。感冒就好枵袂离。毋过40天后就要期末考，英语就赶进度，辅导活动课，佮规定爱做校庆的家己教育成果展宣传，无成功嘛袂使。啊，心理测验的结果嘛着亲身解说，3项拢着家己来，收声佮袂当，啥物拢无做。我先来到遮，3年你。最近辅导活动课，当地甲学生联办，甲处理情绪。我上喜欢迄句，无永远的悲伤，也无永远的快乐。所以感冒这2礼拜，我就家己讲，无永远的感冒，无永远的这个家扫，这是家扫。家扫，搁总铺的惊煮灶，土水的惊掠漏，医生惊治灶，有影扫有影扫就恶果，有影扫就恶果。明明感觉有缘，好啊，搁然后也是喵喵。无说哩，伊数着冷风就野起来，把半暝仔走真是，爸爸透早起床走袂去，有够忝，有一天我赶紧要甲村的课文讲互伊收煞，拾着走甲拼出去，人拼出去啊，扫甲袂动。伊有暗示这个读音，走甲拼出去。爸父叫学生下课到闹市，我遐有责任要带，敢袂当啥物拢莫做。好，感谢。这两例。老师是好声音读书的人，无啥就啥物拢袂做，无啥就啥物拢袂做。我家在感冒打手会晓经日子，学考进前人顾好好，啥才会当甲学生放心。教育部也难以商用书店的内容全部都保啊，才敢定。若无即条较大条，若无即条嘛拄好带队联办全国语文竞赛比赛，敢是大工程，手
尾啥物拢免做，想伊才会感冒。都像真侪同事拢伫退休迄2天开始破病，人敢是真正会当啥物拢无做。好，感谢。来，小雷阿伟。无啥要安怎上课，我拢用电脑拍字。毋过教英语需要出声示范，也是甲学生囡仔对话，拢用拍字的嘛毋是办法。教在3-4天，都有淡薄仔声，学生欢喜甲化工。老师你有声，我嘛足欢喜，已经脱离苦海啊。本底是要等用落来，有一寡家己的歌爱录音。哪知感冒无声，啥物拢无做，感觉好要离啊！欢喜甲定势排好，准备要全力应战，赶进度。想袂到幼落的音落要好势，高音关袂起去，低音夹袂落来，中的音嘛敲袂准，有声要熬，有啥要熬？有啥要熬？破东关仔声。破东光仔声，迄是讲东光啊，破东光仔声。破东光仔声，实在无奈何。伊是无打我。尾仔面。伊是无打我。我靠！无打我，无打我。物件尾仔物件收收咧，嘛是啥物拢无做。只好继续听，这是听身 TIANN 听身体。听身体，一下零汤互流汗，一下食果子补充维他命 C， 维他命 C， 伊嘛这嘛翻译的啊，对啊，这嘛翻译的啊。规工懵咧款厝内，正经的代志拢无做。也是身体勇行，有代志做较快活。好，感谢。以上就是题目，这啥物拢无做，结果可能嘛做袂少，而且即句啥物拢无做，自头到尾可能出现6、7届的款吧，对吧？每一段拢至少1届嘛，尾一段可能嘛2届、3届，所以就是啥物拢无做，出现到6、7届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古早人较用袂落来，尤其尾2段讲啥物，真侪同事拢是拄退休迄2冬开始破病啊咧，敢会是因为无代志做，怎规个迄个啥病症就拢上身啊，或者是过去的迄个啥病根，还是病尾，还是大咧身体迄种会破病的因啊。趁迄个人赢落来的时阵，就拼出来安尼。应该是即摆的人活上久啊吧？以前的人拢无严重遐有诶无诶啊。这当然嘛是一种讲法啦，就是讲大概我咧想是毋2种，一个就是过去较无参像即摆有遮尔济迄种阿萨不如如所不及乱七八糟的物件嘛，吼相对过去的人嘛，生活比较较正常，对哦，就讲古早人讲的啥物，日头出来就好做事，日头落山就好去休困啊。这嘛敢若讲是人体设计的基本的运作的原理嘛。当然现代社会你要讲日头落山就好去困啊，这可能无几个做会到的。我目前所捌的嘛，较头就。当然，年岁愈大，可能这经营愈有，就是讲可能8、9点要去困迄种的。我有捌的一个是，伊敢若自几岁，40、50岁，还是佫较少年。伊嘛伫学校做老师，伊就拢暗时9点就困啦。下早敢若可比讲3、4点、几点起安尼。所以原则上困眠的时间，原来嘛是遐尼长，只是伊迄个规个。整个活动的时间，就是含咱大部分人可能无法相像。所以顶世纪的人甲本世纪的人，迄种生活的习惯，还是
时间对无？当时起床，当时创啥济，啊，甲你食食，啊，佮活动空间，迄真正即马相对起来就是比较无健康遐尼济，啊，身体拢伫即种无健康的环境有久来，你讲无病嘛，真正有病，除非你的心理素质太强了，就敢若医生对无？去找医生拢是身躯病痛的嘛，啊，医生逐工拢输遮尔济无好的情绪，对无？负面的什么能量啥，佫会使哦安尼百岁年老，哇，真正厉害！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种情形诶是讲吼，比如讲啦吼，咱一个人食到80吧吼，啊80来讲，你即台车吼，比如讲80年来平均来讲，伊可能爱使60吧。你少年诶时阵，拢甲吹到100几啊，你结果你比如讲到60、70要退休诶时阵，零件有一寡危去歹去啊！啊，佮速度佮变慢，啊，你家己佮无保养，吼，啊，佮生活若无法度甲消耗，甲少年共款，对，你身躯病痛自然就来，就是一种职业伤害啦。职业伤害对啊，所以就讲，这当然嘛是毋是讲台湾人较熬吞忍，啊，佮较拼，因我就讲过去70年，除了即种中国国民党来殖民台湾迄种无正常、无健康的环境嘛，对，无正常的行为递到整个社会拢是无健康的环境嘛，大家拢比粗残的、比凶、比歹、比恶的，啊，当然有相对，我那嘛有相对的数量是较健康、较正常、较会传播较正面的，所以咱有安尼，我真啊行过来啊是安怎？啊，然后去外口拼，去外国拼嘛是袂少人嘛。啊，毋过变成到现主是咱来看的时阵，迄个时阵可能真正无讲遐尼好。啊，种无讲遐尼好，有的人就是迄个啥，袂使干那我遇到即种代志，我嘛要甲即种无好的代志传到别人。吼，这嘛是。尤其咱若看到隔壁国家迄种，就是有真差嘛，啊，所以台湾人是毋是真正足拼啊？佮尤其顶世纪拢苦毒家己较济，啊，即世纪可能就爱有所调整嘛，敢是安尼？我毋知呢，我毋知咱台顶朋友敢有啥物想法看法？有吧，今麦人带囡仔甲以前嘛拢无相同啊。我看今麦人。囡仔拢24点钟，迄冷气拢开咧。惊去热着安尼。我就想，囡仔确实是迄体温较悬，毋过我就想以早的囡仔敢无即款待遇。对啊，因为我嘛是，我感觉到2009年才开始吹冷气。啊，这嘛是不得已的代志，因为即摆气候都是不比以早可能你坐你树仔骹就是嘿啊，对啊，就凉啊，即摆都毋是啊。即摆你无开冷气，别人兜的烧气就冲来恁兜啊。对啊，可能会迄次吧。对啊，你毋开冷气，啊，窗门开，安尼别人因兜的烧气就冲来恁兜啊。哦，我会记我进前反正就是用其他的方法，互房间温度会使降一寡。啊，反正就是我就是敢若2009才开始吹冷气就对啊。啊，当然即马过来就是讲，拄则你讲了嘛，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即条代志真重要嘛。啊，你无甲迄个温度创到一个相对较适合的温度。以我个人来讲，我困眠的品质就无讲介好啊！你搁要甲迄个温度安尼无创好势，毋是怎规气拢免困。啊，当然就是每一人，因为到当嘛是知有人是无咧吹冷气的啦，就是又感觉冷气无好啊，是安怎？反正就是这逐人的主张无相款安尼啊。
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要看，有人要自头到尾读念一个，嘛是两页满满哩。有人要试一个无？还是要直接纯粹？东宫啊，即个词我是自细就听着，迄东宫啊车就是咧讲啥物？破烂车吼，还是老鸭车啦。啊，迄个我听到即个东宫啊车的迄个概念，就是讲迄个啥，沿东港嘛。啊，伊就敢若对只准你嘛讲啊，你车，可比以车来讲，久活了后一寡零件，伊就是会歪会歹会拗，还是讲离路险嘛。啊，所以我自细听到迄东宫啊车，就是有一个语境，一个情景嘛，就是大人会踮仔讲啊，讲啥，就骑迄个母车，迄个母车有迄个沿东港，佫不了大机嘛，啥物野狼的，也是靠我杀去迄种爱拍机啊，迄种奥多麦嘛，啊，迄沿东港可能本正可能2支顶、3支顶掉咧，结果毋知啥物原因，迄所有螺丝捋一支、捋2支，剩一支掉咧尔，伊就么电动害、动害，啊，就骑过时阵，以前的路佫无拢足平，有当时可能拄着空还是啥，就哐，迄支沿东港就对你哐一下安尼，啊，所以自细听到迄东港啊，就是听到。不管是汽车是奥多麦，拢迄个沿东港伫遐嘛，啊，就哐就个哦，会踮仔离路迄就是东港啊车，啊，即马已经无迄个环境嘛，所以就讲对，尤其对本世纪出世的人来讲，迄台语真正是外国话啊，啊，所以即种语境环境已经真歹个重现啦，所以。对我来讲，看一寡字词，拢会使随着讲哦，啥物情景、啥物语境，是阮自细汉就听着看着的。啊，毋过到即马就真正足歹个去重现啊，是安怎？这嘛是时代无相款啊。甲对只小刘讲的，我要举一个例，好，你讲。土牛可能嘛是100当前的人才知影，敢是土牛。我毋知土牛是啥，爱看迄个语境啊是。是一个日本时代的边界，这是专有名词。边界，你讲的是土牛狗迄种的迄哦。这有时阵变做地名，其实这就是古籍啦，就是日本时代画迄个地图的线。啊，毋过我看网络佫有人讨论，是啊。像咱去讲土牛，咱嘛毋知，所以。即摆因若你讲沿东港，伊毋知就共款意思。伊是写土牛无毋对啦，啊，毋过我听到拢是讲土牛狗啊，啊，迄土牛狗就是拢伫咧迄个。对，土牛狗，对。伫迄个啥，可比讲伫石牌啊遐，若种伫北部的，因为中南部其实佫不了是，我印象中佫有不了侪所在，有诶是采一支盖子、盖笔，还是条啊，还是啥石笔采伫遐。啊！伊即马就是因为即马去看清帝国的地图，伊就画一条线，伊敢若伊敢若2条线，看敢一条红的，一条青的。啊，红的就是号做番界甲汉人界，啊，青的敢若是讲山顶的人伊会过番界来遮可能拍啦是安怎我袂记啦，反正真正我敢若佫有看到有人伫咧地图顶悬。伊展现出来迄个地图啦，就是有2条线就对啊。啊，所以清帝国伊家己嘛讲啊，伊敢若我著管即个土牛狗以西即边尔，也是讲毋是东边的部分，拢完全管袂着啊。所以清帝国伫台湾岛屿，伊管的面积可能反正1/3尔嘛，无得确。是日本人来了，才全岛拢甲伊征服，啊甲乖安尼，啊遐个界子、遐个界线，原来嘛老咧。因为我会记我听过阮母啊讲，伫迄个桃园倒位嘛是有即种画线是啥物画，啊，就讲伫迄个所在，伊有贴石头啊，做界线就对啊。啊，敢若一个啥物所在，伊佫会采一个啥物画，啊，当然买啊了后，即个物件拢无去啊。啊，敢剩一寡所在有迄个纪念的笔条，还是啥物货？我就讲我有看到是迄个石牌啊遐，
捷运站、石牌站出来遐，伊就插一支伫遐啊。啊，当然迄支毋是真正原底的位置啦，可能毋知刷偌远，我毋知，反正就是迄个毋系，迄支毋系对对刷去到遐，插伫遐囥的。讲曾经即搭遮嘛有迄落做土牛狗的盖子盖线伫遐。啊，这物件就是真做历史的一部分啊，所以后壁的人拢一定是伫咧文献顶悬才看会到啊。单头单尾，几个个月前我看了，毋知伫啥物所在看到有人个去找啦，就讲有一寡所在佫有啦，啊有诶是佫有留地号名嘛，啊迄个地号名有当时是会转音转去安尼啦，大概是啊，我所知是安尼啦。可毋知咱台顶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我感觉这甲因同讲是两回事。因同讲主要若囡仔无听过，就是咱大咧讲。是啊，系啊。但是因同讲即摆佫有啊，迄个排气管啊。是啊，就是。对啊，烟筒啊，烟筒就是烟囱啊，对无？烟筒就是烟囱啊，啊烟筒讲就是。对啊。是啊。嘿啊，迄个烟筒就伫遐。对啊，这物件是佫有啊，所以当然烟筒的物件，要佫有新的无？即摆要佫有新的无？我感觉可能较罕的，较困难。啊，你原底有诶，讲实在，你若拆掉一支，就减一支去就无啊。我袂记你高雄迄个感觉有伫咧，可能嘛拆掉去啊吧。因为轻铁，我袂记倒一站，伊本正遐有一个号做算啥？庄仔唱哟，就是烧庄仔迄爱着爱烟筒嘛。啊，台病院，就是儿童病院迄栋，伊厝内尾顶敢嘛一支啊？去拆掉袂？敢若无吧？佫原在吧？因为有一寡物件就是因病院内底家己处理的，啊，所以就设一支。啊，毋过反正烟筒就是要排烟的嘛，啊，过来大支的就是各地迄种焚化炉嘛，对无？北投遐一支嘛，啊，台北市敢有4个所在吧？木栅嘛，北投啊，佫倒内湖，啊佫倒，我袂记住。啊，新北市就是八里甲树林遐，新店新店无？新店敢若无？八里甲树林啊，所以烟筒就是大支烟筒、细支烟筒安尼啊。树林本城迄支敢若嘛纸厂的部分，敢若嘛前几年嘛拆掉去啊。啊，说烟筒啊，东工啊，这排气管就是讲东工啊对，伊较几早可能东做的无毋对啦，因为东迄个物件是毋是较袂生身啊？是安那？啊尾啊是毋是因为内底要斗？可比讲顶世纪的时阵，迄个油是有加迄个做啥物盐吼？啥物？尾也是无铅汽油嘛，啊，毋过无铅汽油意思就进前是有铅啦，啊是尾发觉就讲袂使，即个毋若造成空气的污染以外，佫会影响到尤其针对囡仔，对无？排伫咧空气输入去，迄就是造成病害啊，啊才改啊，这拢是因为发生代志了，才去理解了解讲到底啥物原因致到的，啊才去改进改变的啊。所以烟筒讲啊，这真正就是有迄个情景，无迄个情景，才有通学无通学安尼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所以，人讲啊吼，较早食罐头啊，罐头食煞，罐头买罐头迄嘛叫做人工啊。我毋知影是讲内底较早是糖，还是后壁，还是较佫有钙。所以咱嘛是讲迄叫做人工啊。恁家迄叫人工啊？讲台语，所以囡仔毋知，迄是咱无讲，但是咱的生活中拢有知啊。迄个物件，阮是讲啥？阮是讲铁讲啊，啊，为是牛奶讲也是底牛奶嘛，啊，罐头的是，那罐头迄就是袂讲介大卡嘛，可能你的手无手底下就囥会落迄种的嘛。啊，若即种的，细汉就拢敢讲铁讲啊尔。啊，若较细，佫较扁的铁鸭仔安尼嘛，着鸭仔、讲啊、罐啊，啊佫啥？大概是即几种的称呼吧。啊，材料
你讲重的部分，就我印象中就是重工啊车即种重工啊，是伫咧讲奥多麦还是汽车迄个排气管嘛，啊烟筒是烟囱嘛，啊其他的部分，金属的部分，你讲水桶，伊迄大部分拢敢是压延hiệu，对吧？是铁片迄个嘛，烟片、厝顶，还是水雷刀，还是迄啥是看厝遐嘛？就讲到市区的时阵，因为你若讲较无遐都市化的时阵，较袂遐都市的时阵，就看遐片嘛，迄是遐嘛，遐皮啊迄嘛。啊，毋过若是较市区、较过里的部分，可能就变成是大铁皮、大铁厝，啊，大烟片，啊，金属的迄个管啊，底物件的。我毋知阮虽然讲，就是即几种嘛，铁啊铁管啊，讲啥？铁管啊，遮的物件。啊，伊水斗是啥？水斗？水雷刀应该是看厝顶的，啊，迄啥是敢若是雨杂户的，还是就是厝伸出去迄第一款，我印象中。水雷刀甲迄啥是应该是，功能无啥相款。啊，当然材料材质，在过去可能有诶是用迄个啥物，较早足久以前有个顶世纪石棉hiệu，啊，伊迄互认定是会致癌嘛，伊迄个成分就是袂化掉嘛，啊，所以敢若偌久之前就开始禁止生产，啊，禁止使用。啊，搁啥物？要处理的时阵，爱叫人专业的处理，你袂使家己拆落来，家己乌白蛋、乌白拼哩。有即种真差啦。啊，迄个物件敢若是做迄个车动的迄个来令hiệu，石棉的部分敢若是来令片，我印象中敢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面有啥物想法看法？啥是就是查甫的啦。迄啥是查甫还是日日hiệu？西照是啥？还是啥？对啦，差不多，拢会当诶，拢变成公用，拢会当。对啊，就是迄个物件哩嘛，对啊。啊，所以应该是就是，可能我理解，我毋知记毋就是厝顶叫做斯拉姆啊，还是水雷刀，吼啊，热风热日头诶，可能是叫做迄啥是伊，迄个迄啥是伊就是日语诶日头诶字叫做鱼啊。啊，煞是就是炸啊，所以迄煞是就是咧炸日头的啊。啊，当然落雨的时阵，嘛听讲，算讲就敢若迄个银枝卡迄个概念吧。就毋知台顶面有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准伫写这带料甲带屎，带料甲带料呢，所以。较早伫学校，有一届阮第一个老师，老师敢是出课定出啥物货啦吼。啊，明明是外省老师哦，啊，毋过伊嘛知一句俗谚语啦吼。啊，伊就敢若讲啥，阮就敢若学生仔开始休嘛，啊，休就到地老师就转换就对啊，就佫讲本正是叫阮做 A 这个动作是啥物货，啊休，啊休就到地了，老师换另外一个 B 啊哩，啊叫休一个大声，就是。老师在讲，带了换就闪啥的，本正迄个你感觉无够好，好啊无来换，叫换一个更较歹的，就是讲带了换就闪啥的安尼，所以就讲嘛，1980、1990进前，这台湾头台尾是台语是共同语的啊，不管你原底是讲客语、讲原住民语，甚至你是1949以后才来的。嘛是拢对咧讲啊，嘛是拢学起来讲啊，无甲几个有才调，完全拢无爱学的啊。啊，毋过华语、中语即个太强势啊，啊个啥，真正完全无平等嘛。就敢若伊刚上嘛有讲诶，我毋知各位朋友有去看着过无？就是迄个监察院提出来迄个调查报告嘛，就是啥物
独尊华语这条代志。所以伊上后壁我无真足看，敢若列10几个调查意见，就是叫行政院相关的单位爱去啥，爱去提出措施，还是提出来讲，因到底有安怎做无？未来要安怎做无？当然，迄只是一个调查报告啦。目前讲实在，无叫啥人爱出来负责嘛。准讲现主是大部分拢是讲蒋介石爱负上大的责任嘛。也毋过，除了伊，其他敢无人爱负责任嘛是有嘛。只是目前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无几个人敢喊口的嘛。只是即摆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刚才伊即个报告定义是啥？至少我看到的啦吼，就是甲迄个做转型正义，搁行进前一步仔尔。因为目前转型正义去用大家吵啊嘛，尤其遐个假中国人嘛，对无？大家吵所以后壁要做的变成讲无遐好做安尼啊。毋过无遐好做，咱嘛袂使失志安尼。我是安尼想啦，无一定是所有人拢认同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像头先讲迄苏拉哦，有六种艺术啊。第一个就是头先讲的出宝顶啊，第二个就是刘邦啊，地板迄个部分，就地板嘿。苏拉姆是地板迄个部分，因为苏拉姆搁苏咧倒，有当我进两个数嘛，下好毋对去，所以有当然到底倒一个。伊迄苏咧倒敢是 SLADE 吼，苏拉姆敢若就是另外一个款，袂记住。伊当种台语外来词入来了后，有可能音转起来是安怎？最后时间到吼，就讲迄啥，英语是back mirror BACK MIRROW 吼 ，back 是后壁嘛，MIRROW 是镜嘛吼，所以英语的 back mirror 中文是翻译做什么后视镜嘛吼，所以 back mirror 转做英语的时可能是啥目睭mirror 吼。结果变台语是目睭咪啊，还是目睭尼啊，就是迄音讲已经含原底咪走偌远去安尼。毋过咱伫讲的人，或者是知影人咧讲的时候，伊就记即个音甲即个语境还是意思嘛。传，反正我印象中即摆就是迄个 back mirror 变台语的时候变目睭尼啊，就拢走出来啊。我印象中即摆敢若较侪人。若有咧讲的啦，吼，就讲到这目睭尼啊，吼，还是啥，我袂记住。应该叫目睭尼啊吧？尼嘛吼，变 N 的声母嘛，明明音无是，你是 N 啊 M 哦，目睭咪啊，我可能走音去，目睭咪啊，伊就是英语是 MIRROW 嘛，所以目睭无毋对，就讲啥物？叫车要倒摕是目睭嘛，吼，你较目睭一下安尼嘛，就目睭咪啊安尼，迄个咪啊就是我听着了，就敢若袂顺啊 N 即个声母，我讲哪是 N 的声母？英语是 M 呢？我伫，还是迄阵我的耳孔有问题，我毋知影，所以有即种外来语词，当然，若讲到即所在有一个共同的人物，准讲迄个音走去啊。或者是准讲迄个音含原底的源头有真差，毋过迄是诚做恁即所在对即个物件，还是对即个现象的人物，我感觉嘛是会使接受啊。除非讲，可比讲，我会记的迄个咧，就是2024年迄个乌克兰即个国家叫罗西亚拍了，至少我才因为安尼全较知影伊迄个国家的名称嘛。若无在过去，拢是甲UKRAN 即个名数，即个名翻译做中文汉字，然后台语才去读迄个中文汉字，改读做台语音嘛。毋过迄个台语音就含人原底迄个国家名读出来较接近乌克兰，即个差足多啊嘛。当然，但总讲大家拢安尼接受啊，应该就接受，我也 OK。只是我的意思是讲，若准讲咱知影因原底迄个音是安尼生。
啊，是毋是伫咧名将主人即个原则之下，嘛尊重因迄个国家的名称，甲因迄个国家的人安怎叫因迄个国家的名，啊，咱来做一个校正，莫阁一直讲乌克兰、乌克兰，人伊是乌克兰呐，啊，你当然你讲你家读乌，对无乌还是啥我毋知，下面的音是毋是相对都差较远？啊，咱伫咧讲的时阵是毋是？我都接近原底的音，还是原底意思是较好。除非你真正超工要甲黑白讲的，安尼另外一回事。啊，毋过若准我毋是，是毋是？我是安尼想啦。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请讲。人讲啊，第一个吼，人讲啊，你甲查校检，迄三你拢嘿。所以，咱为啥物讲人讲啊？因为咱较早食咧，较早咱台湾的罐头出口是真有名的嘛，是。排第一、排第二嘛。对。你罐头比如讲来啦吼，来罐头食的，啊罐头就淡，啊迄就变歹当食。对。因为铁做的嘛，啊所以讲为啥物讲人讲啊食，啊就是拗啊。对，拗去安尼啊。只是讲因人讲哦。不止。吃伊来吃拗。对啊，久啊。讲人讲啊，就是罐头啦吼，啊，甲种面体啦，啥物对。迄个物件，嘿，要对，所以反正就是到底有收动工啊，甲动工啊车，吼，所以反正都本身的意思，佮延伸的意思安尼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王秀老师的第二本册，咱来读读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了，感谢大家来戏剧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安尼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